有啲車一經面世就係為咗成為經典，大眾輝騰就係一架咁樣嘅車。我相信大部分人對大眾呢個品牌嘅記憶都係一架方燈嘅捷達開始。當然啦，我都一樣。喺嗰個物質匱乏嘅年代，一架捷達就係我哋屋企最珍貴嘅財富，亦都係我汽車夢嘅開始。我好記得當年我第一次知道大眾輝騰，我同所有人一樣都係覺得咪就係一架大眾，貴幾都有限。直到我知道輝騰嘅售價高配賣到200幾萬嘅時候，當年賓利都賣緊呢個價咋，簡直係天文數字。如果我有呢個錢，我肯定去買幾棟樓啦。究竟係咩人先會買呢架咁嘅車呢？當我坐喺輝騰駕駛艙呢一刻，時間就好似靜止咗一樣，而且空氣中彌漫着真皮同埋實木嗰種淡淡嘅香味，每一個細節都精緻得可怕。今時今日依然保持着德國汽車工業工匠精神，唔似而家啲新車一味喺度堆配置。真正嘅技術係要有時間嘅沉澱，經得起考驗。但係佢每一個細節都充滿咗人民關懷。開住佢行駛喺城市嘅街道上，感覺自己好似進行緊一場歷史嘅對話。關上車門嗰一刻，嗰種厚實嘅關門聲係而家任何一架新車都模仿唔到嘅，可以將所有嘅喧囂都隔絕在外。方向盤上嗰種細膩嘅真皮觸感，儀表盤嘅設計，仲有呢個遊艇式換擋桿，簡潔優雅，冇多餘嘅裝飾。呢副 VR6 3.6機器就係當年大眾頂級嘅工程底蘊。坐喺後排，我理解嘅係呢個就係波士嘅坐姿，闊落嘅後排空間，獨立嘅座椅控制，仲有呢個非常之有儀式感嘅後排出風口。唔知當年有幾多個項目係喺呢個後排促成。大眾輝騰終於說明咗當年德國人對汽車嘅執着同埋熱愛。咁而家輝騰嘅二手行情已經跌到佢當年售價嘅零頭，但係佢嘅價值永遠都唔係用錢嚟衡量嘅。佢代表一個時代嘅工匠精神，代表大眾汽車嘅最高追求。佢同我哋講，真正嘅豪華唔係浮誇嘅外表，唔係炫目嘅科技，而係對品質嘅極致追求，係 DNA 裏獨有嘅從容同埋優雅。輝騰嘅光芒從未褪色，佢喺我心目中永遠都係獨一無二嘅存在。今期鳩屎推薦程度4粒星，今期鳩屎就到呢度，下期我哋推薦更多好玩嘅車型。拜拜。